你这个老妖怪，变来变去，把我都给变糊涂了。看来我不拿出我的看家本领，你还不知道我是在社会上混的呀！喂，前辈，前辈。小倩，小倩，娘，你在这儿啊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没有，没什么。什么情绪啊？都写在你的脸上，是不是跟陶静有关？娘，你说什么呢？娘知道，你和陶静因为那个宁采臣有了点误会，是吧？不过，这个陶静从小就对你一往情深，娘相信，这么一点点小事不会影响他对你的感情的。再说了，这几次黑风意欲对我们狐族不利，在关键的时刻，不都是陶静放了我们一马吗？小倩，陶静有情有义，他又是我们狐族的救命恩人，相信他，选择他，没错的。娘，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，可也没你想的那么复杂呀。小倩，告诉娘，你们两个有没有考虑过你们的未来呀？未来？傻丫头，我们狐族和黑风现在是势如水火，两不相容。无论何时见面，都会是恶战一场。黑风那个阴险的小人，绝对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。他的势力是越来越大，看来我们的深仇是很难再报了。娘，我相信事在人为，我倒要看看黑风还能嚣张多久。老天爷看着呢，他做了那么多的恶，早晚有一天我们能够收拾他。那是什么时候，你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小倩，这些恩恩怨怨本来就不该压在你们的身上。娘已经想过了，我和你舅舅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和黑风决一生死。你们呢，就远走高飞，去一个黑风永远找不到的地方，安安稳稳的过你们的好日子吧。娘，你在说些什么呢？我怎么会丢下你们呢？不，我哪儿也不去。哎呀，那陶静怎么办？他为我们狐族付出了那么多，也为你付出了那么多，我们就这样对待人家？狐族欠他的，我欠他的，由我自己想办法。娘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偿还陶静哥的人情，你就别管我们了。停！说，你们宁家祖先到底留下了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还敢跟我嘴硬？给我打！你说不说？说不说？主人，
我看那个书呆子好像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不知道吗？那就打到他知道为止。是，给我狠狠的打。是。少主，少主，你回来了。这里面发生了什么？这个属下也不清楚。师傅，陶金，你来的正好。打了这小子半天了，一个字也没说出来。你接手，好好审审他。是。这小子可有点嘴硬。用不着你管。让我来。少主。陶静，你怎么不审了？陶静，主人，你看。好了，算了吧。哎，兄弟，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大眼睛的道士啊？哎，没有，快走，快走！哎，兄弟啊，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大眼睛的道士和一个长得好漂亮的小姑娘啊？他们在一起啊？小姑娘，没有看见。哎，兄弟啊，这条街就你长得最可爱了。你告诉我，你见没见过？哦，你是要找一个大眼睛的道士和一个姑娘是吧？没错，你见过呀？哦，知道，你快告诉我。哎，在那个街角那边啊，就有2个人，应该是你要找的。哎，就在那边。太好了，谢谢啊。兄弟，你真看见了？我当然没看见，那个摆明就是一个疯子，你还真相信他呀你？哎，他又回来了啊！哦，当时我错了。你当然错了，我问你的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，你给我仅仅说了小姑娘，没有说漂亮2个字。你不说漂亮，我哪里知道你指的是哪个小姑娘呀？我知道。知道什么？啊，我知道我错了。哦，天哪，好难找啊，怎么找也找不到你啊！再找不到你啊，你真当小寡妇了！哎呀，找不到你，我急人呐，我吃饭都不香啊！哎呀，你们2个让我好一顿找啊！师傅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找你呀！哎呦，把我给急的呀！你说这个是谁？啊，师傅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就是罗刹镇的血魔大哥。他怎么是妖怪？哎呀，好了，师傅，大哥是好妖。好妖怪，好。我给你发了烟雾弹，你收到没有啊？烟雾弹，黄的、绿的、红的都发了。哎呦，你怎么收不到啊，孩子？这么重要的事你忘了？耽误事啊！师傅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发生什么事？宁财神被妖怪给抓走了。什么？书呆子被抓走了？啊？那你怎么不去救他呀？谁说我没救？我拼了老命去救。我跟你说，那妖怪太难打了，太厉害了，3头6臂，张牙舞爪，眼睛还够活，到现在我都害怕。那师傅，你有没有记得他们往哪儿走了？还有是什么妖怪抓的？他往哪里走了？我不知道。什么妖怪抓的我知道，抓他的那个妖怪叫什么树妖。血魔大哥，会不会是树妖姥姥？没错，很有可能。对，树妖姥姥。怎么办？赶紧救啊！要不然宁采臣就被蒸成包子了。对。前辈，此事非同小可，我们万万不可轻率。不如这样，先到在下住处，我们从长计议如何？还从长？哎呀，快走了，师傅，走啊！走。要依我看呢，
咱们一不做二不休，啊！你们罗刹镇啊，人多将广，妖怪也多，咱们首先是要造势，啊！咱们敲锣打鼓，鼓乐震天，带着人马杀到黑风寨去。即便救不出宁采臣，起码也能把那个黑风老妖啊吓个半死。师傅，真是的，我们现在主要目的是救人，所以一切行动都要保密。你这样兴师动众，那岂不是让黑风他更加戒备？哦，严姑娘说的有道理，前辈，黑风寨不比别处，硬闯只能无畏伤亡，根本于事无补。还什么无畏伤亡？你说点我能听懂的，你就直说，咱们怎么办？我同意严姑娘的想法，要想救宁采臣，只能智取，不能强攻。哎呦，智取，等你们想出智取的办法来呀，宁采臣早死的连渣儿都没有了。你知道他关在哪儿吗？妖精窝呀，妖精窝，那些妖怪啊，吃人不吐骨头的。对，老前辈说得很对，我完全同意老前辈的意思。咱们呢就直接杀上黑风寨，或者呢干脆直接用老前辈的五雷轰顶大法，把黑风寨炸成废墟。你看，是吧？他就支持我吗？这就对了，咱们马上行动，结合你们罗刹镇的全体人马和所有妖怪，咱们杀进去，把宁采臣抢出来。前辈说的固然有理，可是黑风寨里高手云集，机关重重，一般的伎俩是不能够打击黑风寨的。这你的意思我听出来了，你有点怀疑我的武功啊？啊？我说出来不怕把你吓着？你到外头去打听打听。我跟你说，我想当年我……前辈，在下斗胆向你提个问题啊，你跟那个树妖姥姥斗了几个回合啊？哎呀，这怎么问的？问的这几个回合，她是个女的是吧？她是女妖怪，有句话嘛，古人说的嘛，好男不跟女斗是吧？她是术不经打，我要真跟她打，我力度掌握好一点，我怎么斗200个回合我这树妖姥姥在黑风寨只不过是个跑腿报信儿的，哎，你跟她都要斗个100招过外，那真要碰上黑风寨的高手，哎呦这。好，照你们一个个这么说啊，宁采臣那就没得救了，那咱们还讨论个什么呀？啊，咱就甭讨论了，咱们就在这儿啊，边吃边喝，边玩边乐，一边等着那个宁采臣被那妖怪吃掉的消息传过来。哎呀，师傅，你先别着急嘛，我们现在不是说不救人，关键是咱们大家要好好的讨论一下，好好的计划一下。计划，你计划，我看你能计划出啥好计划来。黑风跟宁家的仇恨由来已久，这次终于抓住宁采臣了，我想他绝不会善罢甘休的，说不定宁采臣早就……所以呀，你看他终于想明白了吧？这才想明白的，所以我们得赶紧行动，立马起兵，杀黑风寨，救宁采臣。以罗刹镇现在的力量，要想跟黑风寨对抗，那无异于以卵击石。我不能让兄弟们做无谓的牺牲。算了，我不说了，我看出来了，你们今天一个个是根本就不想救人。什么都不用说了，你们根本没有人想去救宁采臣，谁都不用去，我自己去。哎，小倩，让我去追他。小倩，哎。小倩，等等！小倩，听我说2句再走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们跟宁采臣非亲非故，不愿意冒险去救他，是人之常情。可是我不一样，他曾经冒着危险救过我的性命，我受他如此大恩，就算丢了性命，我也必须去救他。小倩。你能不能平心静气的听我说2句？你说。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。这一路走来，距离你们2个最近的人只有我。小倩，你们的经历我是最了解的。难道你以为我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吗？
正因为你和宁采臣经历了那么多，小妾，你才更要冷静面对。我们和黑风老妖打斗过那么多场，他的实力你还不清楚吗？狐族最强大的时候，都经不起黑风老妖的冲击，更何况是罗刹镇那帮人呢？小妾，以现在他们的状况，上了黑风寨那是必死无疑。你承认吗？可是，宁采臣和黑风结下了深仇大恨，黑风恨不得把宁家人挫骨扬灰。他现在落到黑风的手里，我真的很害怕。我明白。燕道长，宁采臣是小倩的生死之交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有危险。我求求你，放我走吧，就算是死，我也要把他救出来。小倩，你必须要这样做的话，那我没有办法阻拦。但是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。你说。我要和你一起去。不行，这太危险了。你是宁采臣的朋友，那我何尝又不是？人生自古难免一死，大丈夫死于天地间。道义二字，永记心中。维护正道，那是我的职责。你需要去，我更需要去。怎么样？我们一起去吧。那好，走吧。道长饶命！道长饶命啊！想活命的话，就老实回答问题。是，你说，小的一定老实回答。你们抓的人关在哪里？你说的是宁采臣吗？是，就是他。他在哪里？快说！快说！他被关在牢房。快带我们去！快点，走。这。叶小倩、燕赤霞，今天你们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。老妖怪，放马过来吧！今天我跟你拼了！哼，都死到临头了，还这么嘴硬，受死吧！小倩，道长，走。走。燕道长，你先忍一下，我给你包扎好伤口。对不起，都怪我意气用事，非要上黑风寨，结果连累你犯了杀戒。小倩，对不起你。只可惜，忙活了半天，还是没有把宁公子给救出来。一群废物，布置了那么多的守卫，竟然让2个人闯了进来。你们的脑袋都是吃饭用的吗？主人息怒，属下知错。平日里把你的属下夸得天花乱坠，今天怎么了？
守卫松懈，办事不力，2个人而已，你们都抓不到，居然让他们跑了。主人明鉴，我真的已经尽力了。只是那牛鼻子实在是太厉害了，一个燕赤霞就可以把整个黑风寨给闹翻天吗？主人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把那燕赤霞抓来，听从主人发落。不过，那燕赤霞冒这么大的险来救那个小白脸，恐怕那个小白脸对他很重要。不如我们先下手为强，杀了那个小白脸。要杀宁采臣，我早就把他杀了，我不需要你来教我。你忘了我怎么跟你说的吗？让你做的事情，你就尽心的去做；不让你做的事情，你想都不要去想，懂吗？是，属下遵命。燕赤霞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难道疯了吗？你疯了！小妾，小妾，小妾！陶靖哥，你来了。小妾，你怎么这样莽撞，竟敢硬闯黑风寨？你忘了上次惨痛的教训吗？对不起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因为宁采臣他……宁采臣，宁采臣，又是宁采臣！小倩，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你为了救他，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吗？陶靖哥，你也知道我和宁采臣在谷底的那段日子，是他用性命救了我，我欠他一条命。现在他在黑风老妖手里生死攸关，所以我没有办法，我才出此下策呀。的确是下策。小倩，你听我句劝吧，死了救宁采臣的心。黑风寨经昨夜一闹，我师父非常震怒，他要求恕老严加防范。现在的黑风寨，别说就你们2个人，就算是1000个，现在的黑风寨也进不去啊。那宁采臣呢？黑风老妖如何处置他？这我不知道。陶靖哥，这个我真不知道。宁采臣和师父积怨很深。小倩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求求你，宁采臣危在旦夕，救他真是刻不容缓。陶靖哥，
我求求你帮我救他。小倩，只要你能帮我救出宁采臣，我就跟你远离世间纠纷，去过隐归的生活，行吗，陶金阁？真的？真的。你不会反悔？绝不反悔。师父好像要在宁采臣身上找一些线索，对他严刑拷打。不过他的嘴很硬，什么都不肯说。所以，宁采臣现在是安全的。你再给我一些时间，我来想想办法。陶金阁，你是答应了？师父非常在意宁采臣，我们绝对不能轻举妄动，必须考虑周全。你先回去，等我消息。小妾，放心吧，陶静他已经答应我们，他就一定有办法。可是都3天了，为什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？黑风寨戒备森严，也许他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。都怪我，意气用事打草惊蛇，反而提醒了黑风老妖。你不要自责。就算黑风老妖他戒备森严，只要陶静他肯帮我们，我们一定能救出宁采臣。放心吧，对不对，师父？啊，你问我呀？啊，对，徒儿说的很对。你看，是陶金阁来消息了。啊，快点，进来！快点啊，这边。啊，少主，送瓜果蔬菜的人来了。来人，把东西搬进去，顺便把上次用完的空筐给他们换了。是。少主，我们都搬完了。哟，谢谢少主，谢谢少主，我们走了。等等，不知少主还有何吩咐？你们顺便帮我到别处再干点活，钱会另给。嗨，给少主干活那是小的们的福气，提钱那就见外了。算你小的识相，赶紧跟少主走吧。好嘞，走。走。少主。他们是我带来的人，师傅说了，牢房的南面墙有些松动，要补一补。恕小的冒犯少主，但是这些人需要检查。你也看见了，都是什么铁锹之类的，有什么可检查的？主人有令，凡是靠近牢房的都必须要检查，连主人也不例外，请少主不要怪小的。那好吧，你们检查，不过要尽快。是。宁采臣在里面，我们得快！快！你们快点进去，我跟小雨在这把守。
宁采臣，宁公子，你醒醒，我是来救你的。你没事吧？我是来救你的。燕道长，我没事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出去再说。嗯。怎么样？慢点，慢点，小心一点，走。快！树姥姥把守城门，没那么容易出去。还有别的出口吗？这是唯一的出口。那怎么办啊？别着急，我想想。你们等我一下。站住！少主，你这匆匆忙忙的干嘛去啊？黑风主人有令，要请姥姥去大殿，有事相商。啊，那正好，我要过去一趟，我帮你转达就是了。这什么？是少主。姥姥，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你守大门，真是大材小用啊！我哪比得上你呀，少主？在主人面前是红人，在这非常时期，我得多担待点儿。师傅请你去黑风大殿，让我来转达一声。怎么没请你呀？师傅就请了你一个人。走。是。可以了，走吧。走。停。恕不远送，非常感谢，后会有期。让他们走。小倩，你让我做的，我都已经做到了。我希望你也会履行自己的承诺。我会在老地方等你。小倩，小倩，你别走。小倩，你别离开我。小倩，宁大哥，宁大哥，宁大哥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呢。小倩，真的是你吗？小倩，我不会是在做梦吧？真的是我，宁大哥，不是在做梦，我在这里。不会吧？我明明没有找到你，还被抓去了黑风寨，我该不会是死了吧？
没关系，就算我死了，只要能见到你，我也心甘情愿了。看来你真是被黑风给打傻了。你要是已经死了，那我现在岂不是也是死人？宁大哥，你还活着，是大家一起把你给救出来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这么说，我们都还活着？对啊，都活着，而且还会继续活下去。不过现在呢，你先睡一觉，好好养伤，其他的事情我慢慢讲给你听，好不好？不，我不睡，我怕我睡着以后，你又要离开我。你放心吧，就算有人想赶我，我也不会走的，我会一直在这里照顾你的。那你要答应我，就算是我伤好了，你也不离开我，好吗？好啊，我答应你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等你伤好了，我们就一起回宁家。我去求宁夫人，答应让我们在一起，然后一辈子都不再分开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我怎么会骗你呢？在这个世上，我最不愿意伤害的就是你了。我也是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最想要保护的人就是你。好啊，那你先休息吧。就算为了我，你要快点好起来啊。先不要吧，我在黑风寨里面被闷得怪难受的，我想出去走一走，你陪着我好吗？好。来，小倩，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，你从天而降，那时候啊，我还以为你是天上的仙女下凡，没想到却是来取我性命的。那个时候，我还以为我们两家真的有那么多的深仇大恨。哎，幸亏我俩的坚持，跨过大大小小的危难，终于找出了真相，才化解了两家的仇恨。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还应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或许早已经金榜高中，娶妻生子，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。也正是因为你，才让我明白这世间爱的真谛。想想这段日子的经历，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啊！是啊，命运有的时候就是爱捉弄人。我本来明明是来杀你的，可最后却爱上了你。小倩，我也可以很确定地告诉你，爱上你，我绝不后悔。宁大哥，小倩，在我们俩掉落悬崖的那一刻，我还以为我们这辈子就完了，可真没想到，我们俩竟然活了下来，还成了一对情侣。是你的不离不弃，一直陪着我，是你让我丢掉了拐杖，继续向前走。没有你，也就没有我的今天。小倩，谢谢你。我宁采臣和你在一起，真的是此生无憾了。宁大哥，你光说我为你做了多少事情，其实你为小倩做的要比这多得多。与其说我不离不弃，倒不如说是我们相互保护、相互扶持。如果没有你，小倩只怕也不会是今日的小倩。对，只有两个人相互扶持，才
才能够幸福。这样说来，我倒是要庆幸能和你一起历经生死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又怎么能够看到彼此的真心，拥有幸福呢？楞根儿里根儿楞啊，楞根儿里根儿楞啊，嘿嘿嘿嘿嘿，哎呀，牛鼻子，你不仅打架厉害，你劈柴也厉害啊！好家伙，一大早劈这么多柴，3个月都烧不完。师傅，这你可就说错了，人家燕大侠面上看着是在劈柴，实际上心里啊巴不得去劈人呢。哦，劈人啊？劈谁呀？哎呀，牛鼻子，你总算是想通了，这骚狐狸可真该劈。走，咱俩一块儿去劈他。哎呀，师傅，人家燕大侠呀，喜欢小倩姑娘都来不及，怎么舍得劈人家？一根汗毛都不舍得动。别胡说了，